尋晚莫雷拉喺沙特嘅成績呢，就唔係咁好啦。5隻日本馬裏面呢，有3隻跑第5，其他呢，有1隻係跑第6，有1隻跑第8。如果唔係出閘慢咗嘅話呢，嗰隻法老查座係有機會跑第3嘅。莫雷拉喺賽後訪問就話：隻馬唔覺意俾人撞一撞喎。比賽中嘅碰撞呢，就成日都有㗎啦，有意抑或無心呢，就冇人知啦喂。不過喺沙特跑啊，好似跑第5至第8都一樣有獎金嘅，同埋呢，喺嗰度啲大杯賽跑第5嘅獎金好似係多過日本跑第1嘅喎，所以呢啲日本人都冇話唔滿意嘅。而且啊，嗰隻馬王青春永駐又冇輸到，仲有其他日本馬贏㗎。所以呢，日本人係對莫雷拉或者佢啲馬嘅負面評價係甚少嘅。通常啲留言都係唔該晒，辛苦晒，真係可惜啊！你哋已經好努力㗎啦。呢一點呢，同香港人就好唔同，所以就難怪佢啊會鍾意日本嘅。同埋啊，有啲日本人啊會再留言強調一次，上次即係7號嗰日啊，嗰隻日本馬如果唔係莫雷拉嘅話呢，係攞唔到阿布扎比金杯嘅。講起上嚟，嗰一場金杯賽啊，除咗獎金之外，莫雷拉係咪攞咗隻錶呢？佢同馬主影相嘅時候攞住個盒仔，裏邊應該係隻錶嚟嘅喎。至於跑完2月14號之後仲有咩 booking， 暫時都未知，要睇下3月杜拜有啲比賽有冇日本馬揾佢幫手啦，同埋之後有冇澳洲 booking。係啦，唔知3月有冇人揾阿莫雷拉返嚟跑呢？或者打比啊？如果有就好玩咯。